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日本的东北。昨暗是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地震的中央伫福岛的外海，深度是57公里，上大震度是6强。日本气象厅昨暗嘛针对宫城也个福岛发布大海中的警报，目前警报已经解除。地震是无造成严重的灾情，也阁有造成上无2个人死亡，126个人受伤。日本政府对外是表示，核电厂的状况拢正常。日本的东北地区昨日半暝11:37发生地震，天边还阁看到闪光，地震又甲真厉害，阁真久。这边地震规模7.4，震央伫咧福岛县外海，地震的深度57公里，真侪所在拢海甲真严重，而且造成大规模停電。昨日23時36分頃、福島県沖を震源とする地震により、宮城県及び福島県において最大震度6強の強い揺れが発生しました。宫城县甲福岛县上大震度拢有6强。东京电力公司讲，地震发生了，关东地区超过209万户停电。这是去年2月13日以来日本威力上强的地震。去年的强烈地震同款伫咧福岛，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伫报告灾情时阵讲，核电厂无异常的情形。まず原子力施設の被害については、女川原発及び福島第二原発は現時点で異常はありません。福島第一原発については現在確認中であります。2011年的3.1月大地震引起林王英摧毁福岛的核电厂，造成放射外漏的重大灾情，所以大家拢真担心这边的地震。虽然日本气象厅对东北地区的部分地区发布1公尺的林王英警报，不过尾下第2步就解除警报。好在在地震并无造成重大的灾情，不过有2个人死亡，126人受伤。公司新闻陈伟林、吴继昌编辑。继续关心乌克兰南部重要的港市马利坡，即马已经被俄罗斯军方包围，制作当作是避难所的戏院嘛，轰炸，伤亡也唔知。啊，那伫北部的城市切尔尼戈夫，有人敢若是排队去买香尔，却无辜互杀害，造成10个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即马是头摆对外表示，发起这场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廷是战犯，这是互俄罗斯听落真火大。对这段乌克兰电视画面看到，伫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有平民死亡倒伫咧涂骹。报道讲，这个人迄当阵排队伫咧买面包，互俄军射杀。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伫推特甲 FB 答文讲，俄军伫咧遮开枪射杀10位排队买面包的人，不过顶头无附证据。路透社也讲，无法度确定是真的也假的。俄罗斯也无回应。伫南部的马里坡这间病院内面过万人，即马变做急救中心，有3颗病房，一个太平间。马里坡互俄军包围，30万人无水、无电、无天然气。副市长奥罗夫讲，俄军攻击因一个已经改做避难所的剧院，伤亡不明，内面大概有1000人到1200人。这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甲国际刑事法庭对话，也对美国国会两议发表视讯演讲，希望涉禁限区对俄罗斯实施更加多制裁。Хіба це забагато? Це врятувати людей, гуманітарну безпольотну зону, умови, за яких Росія вже не зможе щодня і щоночі тероризувати наші мирні міста. Якщо це забагато, ми пропонуємо альтернативу. 美国总统拜登无讲要涉禁限区，只个拿宣布提供8亿美金的军事援助，也第一遍讲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No. Oh, I think he is a war criminal. 俄罗斯方面真无欢喜，讲拜登的言论无法度接受，也不可原谅。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做伙改新天气，今日日是因为锋面瓦紧，所以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各片乌金门、马祖拢有局部短暂阵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西半部高温大约是30度至33度，啊那
东半部是27度至28度，暗时的低温差不多是19度至21度。要提醒乡亲，暗时开始到明仔载有锋面的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东北部会变天会转凉，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若南部的雨水有较少淡薄啊，也毋过北部金门、马祖雨会较粗，嘛爱细致单雷公。拜六礼拜就会开好好天的天气啊，也毋过礼拜四啊，咱台湾附近的水汽嘛共款较高，所以北部的山区、东半部也是有机会会落雨。若今仔日伫西半部也个马祖、金门风较低，到大蒙会影响能见度。空气品质的部分，因为后面加上东北季风到位啊，所以空气品质有会大大变好。也毋过后日东北季风搁减弱的时，透偏东风，西半部空气品质又搁会变歹。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是伫桃园，其中有2例是美的幼稚园群组感染传出来案例，是居家隔离期满了后验出阴转阳。另外，佫一个是联邦银行群组感染的旧案例。若昨昏有87个境外病例，其中对于韩国来的就有11例。指挥官陈时中即马是表示，因为韩国疫情较严重，所以嘛打算要甲韩国旅客来做入境随采检的对象。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有转好，16拜三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伫桃园，其中2例是甲美德幼稚园群组有关系，居家隔离期满，阴性转阳性确诊；另外一个甲联邦银行群组有关系，是一个75岁女性，15因为糖尿病血糖悬送病院，经过采检了后确诊。跟桃园案的17672在工作场域有重叠，大致上在那个时候有重叠，所以在那个时候也被匡列过，那时候检验是阴性，所以目前我们可能会判定这个案子可能是一个旧案。特别注意的是，台北入境的病例日头增加87个，其中为越南入境的是30个，占上济，过来是韩国11个。但是中表示，需要做落地采检的国家是欧美、中东、纽西兰、澳洲、印度甲东南亚航线航班，目前当地考虑增加韩国的落地采检。今天有这样有10几例我们也提高我们的警觉，所以要来安排机场那边看能不能把韩国也能够纳到里面来。那纽西兰无伫惊疫情病例创新高，宣布为5月份开始，甲纽西兰有免签证协议的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台湾等等，只要旅客有完整注过疫苗，入境了后就会当免隔离。The 1st of May, vaccinated travellers from visa waiver countries and those with valid visitor visas can travel to New Zealand. 针对这点，陈时中强调讲，疫情愈严重的国家，因的管制一定会愈放灵。台湾若是要开放边境，集会人疫苗的注射率就一定要提悬。目前国内65岁以上的集会人，第一档的注射率是82.43%，第二档是77.86%，第三档是61.05%。要是希望把保护力尽量提悬，未来开放边境的时阵，才会当更加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因为战争的关系，国际油价直直起，嘛影响爱加油的交通运输。亲像国际航班、国际航运拢已经起价。咱交通部是表示，咱国内客运车票这部分虽然爱调整、爱反映成本啊，也毋过政府会先补贴业者，所以暂时未起价。国内公路客运车票的价销照油价伫个起落，资本度调整的机制。交通部证实，因为油价持续咧压悬，公路总局最近会照临时调整机制来算基本的票价。因为考虑使用公路客运的民众是真多，车票的价销目前是无按算要起，会透过政府补助业者的方式来做规划。客运的部分现在是已经到了可以调的这个门槛，因为我们觉得客运影响民生比较大。很多人都在搭这部分我们就好把那个差额先做一个补贴。另外，针对代替改革，交通部是真积极伫修法。不过，代替企业工会嘛提出工会版本的公司条例，积极拜会各政党的立委，而且讲后礼拜3、23会去立法院真正抗议。交通部回应讲，一定会持续来沟通。针对代替安全的改革，观光票价调整的空间，还有上新公司条例，拢会全盘来规划。到23号以前，还会不会跟台铁工会接触？会。就是我们讨论完以后会再跟他沟通。OK， 所以23号以前，你们也不希望说他们23号抗议动作太大。我觉得这是共创未来了，没有真的不需要抗议。代替企业工会早起伫个代替模范劳工表扬典礼时阵，把抗议的布条当面甲代替局长杜美表达抗议。
工会讲，连无烦恼工都拢无信任代替公司法，就会当改变问题。代表员工普遍对交通部版本的公司条例是无法度信任的。后礼拜一定会动员去街仔路真正抗议。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健保部分负担调悬定案啦。慢性病连续药单，该头一届爱收药品的部分负担，那第二届甲第三届去领药啊，拢免收钱。检验甲检查部分伫基层的诊所，亦是地区的病院，民众若是做500块以下检查，就唔免收钱。这个新的方案上近4月份会实施。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国民党团主张认为，应该把囤房税相关的税率调悬到5%。财政部长苏建荣是表示讲，包括6都抑个有新竹县市，拢应该把囤房税相关的税率调悬到3.6%。意思就是厝买的无咧大，坑咧用，税率相关爱扣3.6%。各地方政府即马拢已经有共识。来看《联合报》。受疫情影响，桃园机场最近这几天旅客量是减真多，也毋过重大建设拢一直拢无停，这嘛造成桃园机场最近这3天已经了钱了113亿啊。今年底按算负债会达到248亿，每年若个了落去，恐惊就会超过资本额。所以桃园机场要争取增加资金，要增加700至800亿，希望政府对明年开始分年分阶段来拨钱，落钱之摆渡过财务难关。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9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1492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2万例，日本是超过592万例，韩国超过7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900万例，法国是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是贩卖也有卖亚的产地，受战争的影响，这国际原物料即马是直直起价。联合国就表示，这场战争三车国家嘛受害，无人将赢。来到市场，档头顶面又还是看到贩卖也有各式的杂粮，也毋过饭店内底师傅改用小包装的米粉伫做胖。这是北非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虽然离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战场是真远，也毋过已经受到冲击啊。饭店内底原本拢放着真侪米粉，即阵加剩几包。头家讲米粉买是买会到，也毋过价钱已经去超过2倍咯。باش يصيروا برشا مشاكل وسورتو احنا يعني الامبورتاسيون بتاعنا كل جينا من روسيا واوكرانيا ايش باش نعمل؟ 亲像摩洛哥这款从外口乌克兰甲俄罗斯来进口5个12个国家，在非洲甲中东真多。国际货币基金 IMF 公布的报告指出，2个战争开始冲击价销，小麦一个起价带动其他粮食七物的起价，加上农民无法度来种植，供应就出现问题。另外，联合国也警告，乌克兰甲俄罗斯小麦无法度来出口，三些国家受害上深。And it will impact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particularly in the poore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坦白讲，因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粮食风调动来到乌克兰，造成原本送往查德甲也门这国家的粮食来缩减，战争恐惊对全球的粮食的供应带来灾难性的冲击。We must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avert a hurricane of hunger and the meltdown of the global food system. WFP 指出，乌克兰甲俄罗斯地区生产的小麦占全球的3成，贩卖有2成。互人更加烦恼是，俄罗斯供应全球4成肥料的产品，若是无肥料，会互粮食减产达到5成。更加免讲会刺激所有物件会拢起价。正互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感慨讲，不管结果安怎，这场战争无赢的人，只有输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岛邦的难民，即马已经超过300万人，内底有买一半是囡仔人，阁有一寡有新的负责人，因即马是米去的空壳，等囡仔出世。
荷兰普森米市的避难所内底，一张搁一张蓝色的眠床边啊，因看到真侪囡仔咧耍。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走去国外的乌克兰难民已经超过300万人。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其中差不多140万人拢是囡仔人，平均每一天有超过73000名囡仔人成做难民。1.45 now, 1.45 million children in 19 days of recorded is the fastest in terms of swiftness and scale. In terms of swiftness and scale, the worst refugee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 55 children per minute, so almost 1 per second. 真侪难民儿童留伫边境，嘛有少数的儿童进入欧洲的小学读册。当地学生佮送因文具佮小礼物来欢迎新来的7名乌克兰学生。Hanno pensato di regalare un pesciolino in sostituzione di qualche gattino, cagnolino che loro hanno lasciato lì. È un piccolo gesto per farli sentire a casa. 伫尼尼古拉耶夫部分特别生囝，乌克兰有生妇女也是打生囝的产妇，因为行动不便，无法度避难，只会当伫警报响起的时阵，为病房内底逼去妇产科病院地下2楼的防空壕内底，准备待产也是休养。Ну, это морально тяже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не только за себя переживаешь, еще и за ребенка. Я видела информацию,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с роддомом в Мариуполе. Не дай бог, так, что делать? Это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另外，以色列阁有一对翁仔某，因为过去12天内一直未生，伫去年9月请乌克兰的女子代理生囝，即马煞爆发战争，互因真烦恼，无简单才有的囡仔会因此受害，已经向以色列外交部申请，表示愿意开钱，请政府协助代理生囝的人，甲伊的囡仔逃难到附近国家。国视新闻台是唐平英。今日国际上还阁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的疫情也咧滚价，也咧传，确定病例日头创下新高。南韩昨昏一天新增加549800多例，头摆一天超过50万例，总共加上顶一日有40万例，安尼2天就要有100万人确诊。来关心甲南韩无共，日本即阵的疫情已经转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宣布，总共疫情无搁压起来，安尼3月之1，日本的重点防疫限制甲重点防疫措施拢会解除。来关心美国的联准会宣布升利息升一码，也就是0.25%。目前目的是要来压制钱变薄的压力。真侪人是咧叫讲，可能也无够，利息会搁继续升悬。来关心中国的疫情压起来呀，即马真侪所在拢封城，深圳嘛封城，即嘛影响当地台商。各台办是强调讲，台商甲台湾企业嘛爱遵守防疫规定。中国疫情清悬，深圳东莞这大城市拢宣布要实施封闭式管理1礼拜，冲击当地产业，尤其真侪大厂受到影响。大力湾位于东莞的子公司台军东莞光电就宣布10日开始暂时来停工，会协调其他厂区来进行生产的调配。依照即阵的状况，对于财务甲业务暂时无重大影响。东莞的大商是表示，此回开始是有受到影响。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出货方面也是有受到影响的。有的车子不准卡车进出了，有的货运公司、船公司呢也不来拉货啊，但是期限都是在1个礼拜之内。东莞大协前会长表示，家己的工厂营运也算讲是正常，不过真侪所在已经封村啊，希望1礼拜了后疫情能降落来，就使解除封闭。当然是担心了，希望疫情能够赶快停止。类似这种情形，过去也发生过好几次了，都能够在2-3个礼拜的时间之内，都能够疫情归零。只是因为疫情而停工的大商甲台湾企业受不受补贴的政策，各台办在记者会无正面来回应，只是强调大商受义务甲责任来配合防疫工作。有关地方呢，也会统筹疫情防控工作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台胞台企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各台办指出，深圳要在14到20中间来进行3轮的专员核酸检测，赶紧切断传播链。鸿海关南甲龙华2厂则是配合停工，外界认为这对着苹果供应链影响有限。另外，鸿海10日指出，相关园区已经恢复部分的生产营运。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中国军机伫头瓦内，咱国军昨昏是伫东引是大操演。另外，国际上即马有一份机密的文件，内底是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咧考虑讲今年秋天要全面接管咱台湾。咱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无法度确定讲这个文件是真是假，严格面对中国的威胁，咱随时拢有做好自我防卫准备。火炮实弹射击，陆军东引指挥部16做中期操演，透过火力配置、强化防区的战略，演练拄到不明军机、预警的处置，甲反机港作战、周坡攻击、近距离战斗等等的项目。因为进前传出中国军机挖进东引防空区，这个演练嘛受到大家关注。目前罗西亚联邦安全局有一份机密的文件，哪像是流出去。内容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考虑伫今年秋天全面接管台湾，想要利用这点，可以顺利连任。不过，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让中国无虾米机会通好拍台湾。有关于这个文件，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事实。不管中国是不是要攻击我们，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攻击我们，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受美国智库访问的时阵，嘛表示，习近平当伫强化伊的权力基础，对台湾的野心是已经宏看显现，应该加强日本甲台湾的关系，确保台湾的安全。面对中国的威胁野悬，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讲，台湾的防卫一向拢是靠家己，接受美国也可以卖武器给台湾。那美国是不断的提供我们武器，接下来还会有军售的这个宣布。那接下来就是说跟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讨论，而且美国要在区域部署足够能够排除这些对台湾威胁的这个武力。那我想美国都在做。那这届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台湾已经启动第2波人道援助。外交部已经整理出2400多箱民众管的物资，准备伫17开始分配送过，会经过输入法曲送去乌克兰人民的手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一个网青网红，名号做小菊，一个查甫人，伊是利用科技偷摕一寡女性的面膜啊，甲咧女性改头换面，变做色情影片的主角咧卖。检方发现受害者有政治人物、有艺人，加强8外人。昨昏嘛，甲小菊一个查甫人，还佫伊的助理起诉。伫 YouTube 有8万人订看，有名的网络红人小玉最近神进前遭到约谈，因为逼出用 Deepfake 深假技术制作画面本案影片，民意代表艺人网络红人有119人受害，专案经过检方调查，16侦查终结，以涉犯告诉法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加重诽谤罪，甲伊甲伊先生的助理来起诉。但是因为本件有119个被害人，那所以最后会论以119个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哈。那这119个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它是数罪并罚。检警讲，小玉在1809年7月开始成立推特的粉丝团，上团合成画面宣传底片，也伫 YouTube 来宣传，招网友加入会员。即要成功注册了后，用几啊百块到上千块来买合成本案影片，伊会传到 Google 互会员来看。敢若1年外来不法所赚的钱，只有1338万。虽然伊有为着要趁钱侵害女性的自主权，也有私人私密权，不过检方考虑被告坦白来承认，犯后态度良好，请求法院特赦来量刑。我觉得小玉欠所有这100多位的受害女性一个严正的道歉。到现在这些影片都还在网络上流传，希望民众如果有看到，拜托大家不要再帮忙散播，而是帮忙检举下架。身为技术制造、散播不实性影像等罪章，都以独立的处罚。如果是以盈利的方式涉及该犯罪的话，我们还可以加重处罚，最重可以处罚7年以下。小玉乱用深假技术来犯罪，引发各界不满。法务部已经提出规套修法，对这类不法的行为制定明确的罪责。这项草案通过行政院，将送到立法院审查中。对着网络普及，资讯的影像传播真紧，明怎来阻止所谓的性暴力，也正做这阵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桃园区有一个会外查甫囡仔，伊是趁老爸是住伫做实报营的时阵逃窜出去，想袂到去互一台资源回收车搞死。检方调查是发现，因为囡仔伤细汉啊，家属讲伊无看到，才会造成这个悲剧。
高雄市原民会主委15暗时特别去桃园区，甲查甫囡仔妈妈小揽一下，因为这个妈妈失去1岁外的囡仔，查甫囡仔14是因为爸爸伤过无用，无法度顾伊，查甫囡仔煞选出去，拄好互生等个查甫人所驾驶的资源回收车交过，虽然紧急送医，毋过也是救无转来。桃园山区路况狭隘，容易造成一些疏忽那过程，因大人疏于注意，才会造成憾事。小朋友是他们5个孩子中最小的小儿子。那接下来我们再针对后续的丧葬的补助，还有急难救助金的部分，我们会全力的协助。警方调查，因为查甫囡仔真细汉，再加上驾驶时线时间无发现查甫囡仔才会发生事故。根据警管基金会统计，最近因为驾驶时线时间提出到囡仔死亡的案件，110年有6件，109年有4件。我们过去常讲说，家是避风港，家是安全的。可是如果家长的照顾职能如果不足够，环境又不安全的话，这样对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警管基金会强调，主体是囡仔上安全的所在，家长爱不时对居家环境进行安全检查，出门伫外口爱注意囡仔的安全，唔通建在伊离开视线，避免无必要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交通部审查协通过讲，新北市所提报的适当捷运综合规划报告啊。新北市即马是呼吁行政院，若是会使量早核定，而且发包的工程有顺利，安尼按算年底就会当动工。新北市新台5路10指区公所是未来捷运10当线的终点站。新北市捷运局提报的10当捷运综合规划，15通过交通部审查，后续要提报行政院核定。在地居民拢真期待，希望捷运会当解决塞车问题。这边有时候上下班，如果从这边然后搭到有捷运的地方会塞车。所以以后这里就一站捷运站，方便很多。会方便很多啊，搭火车去台北。我都这样子比较方便，有捷运也是方便。根据新北市捷运局规划，10当线总长5.56公里，要设6个车站。未来东边要连接基隆捷运是中运量系统。另外，交通部也建议路线起站安康路甲康宁路3段路口，未来会当延伸到台北市内湖古中路。系统捷运初步交通核定以后，送到行政院，麻烦行政院能够快速的核定。交通部有一些附带协议，我们会跟交通部、跟基隆、跟台北大家一起来合作。台北市捷运工程局分析，都要听候10当线甲基隆捷运整合了后，才有法度评估。另东湖这边安怎向台北市区延伸？新北市捷运局是估计，另后续发包顺利，10当线预定上紧年底就会当动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医疗的新技术，这是中研院甲病院有合作，即马是设一个动静儿童基因变异的资料库，会当甲变异基因的检测对1年缩短变做1个月。C M 挂掉咧，乖乖徛伫妈妈身躯边。伊是2年前捌得到急动症再生不良性病肺的少小弟弟，为着要治疗，老母带伊4个去看医生。后来中研院利用基因定序，并且在好信医疗团队的治疗下，即阵总算是慢慢好起来咯。医疗研究一方面解决的是人类因疾病面对死亡最深处的绝望，另外一方面，这些成果也适用在每个人的身上。是解决更多问题、创造更多奇迹的基础。一直以来，厝内底若是有囡仔得到罕见的动症的罕见疾病，家长拢是4个奔波去治疗。虽然细胞甲药物治疗是处理真侪囡仔动症的这个工具，但搁伫个有效性甲副作用中间的平衡，依然是上大的难题。即阵中研院甲和信病合作，展开动症儿童基因库的建立，这相关的计划。计划分做3个平台，包含动症基因库、建立第一性免疫细胞制作流程甲精准的药物。每一次做了这个的一个定序的实验我们就可以找到几10万个变异点，然后发生可能在这些基因上面。那我们就得要从里面抽丝剥茧去找到是说可能的一个变异位点，然后来造成这个疾病。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也类似细胞银行啦，让所有的重症病人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去马上做比对。
研究团队表示，这资料库建立会使让部分罕见的病人做基因比对的时间对1年缩短到1、2个月。那未来资料更加完整，也是建立细胞银行，提早比对变异基因，70半来预防疾病，也是利用精准的药物来减少治疗内底副作用。而参加这个计划，帮助囡仔无需要负担任何费用。不过，在这阵已经进行的20到30个囡仔内底，只有1/3成功找到变异基因来进行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镜头来台南的西港金沙里有一条飞机木步道真出名。当年3、4月啊，拢会开甲水当当，向游客来观光。即马区公所嘛有伫迄个所在采沙做装置艺术来装头步道，要请更较侪观光客去行搭。看水样式的花蕊开满规树头，一片一片的花叶啊，不时予风吹落土。这是台南西港金沙里的飞机木步道。即阵飞机都要到，公所特别请替代役斗阵来做社区营造，设计装置艺术。我之前是有做相关的就是社区营造的课程，之前是没有做木工这一块，那就是今年做就是有来当社造替代役，然后做木构架这一块是觉得蛮有趣的，毕竟困难还没开始啊，对吧？组装的部分还没开始，这样还有很多一些榫接的部分还没讨论过啊。这4位替代役较早拢无做木工的经验，不过因拢真认真。这回所有的设计拢是甲师傅做伙讨论，要来完成。不过咱嘛是爱到边仔甲伊看要安怎做啦，阮就甲伊协助。有时因为做这个工作，有一个美角的所在，都毋是讲查体啊、久久的就好。袂晓的所在，咱来甲伊讲。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意见，咱就大家互相来搭配这样子，尽量动这个工作甲做好起安尼。虽然目前还未完工，不过这4位替代役为着步道有新的装置艺术，做伙激头脑来设计，大家拢真期待，也希望请愈侪人来观光。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屏东的来义乡，当地民众是甲布花插甲水当当，因甲部落嘅故事、文化艺术，抑个在地农产品拢画起哩，因是找美术系学生囡仔去斗相共。伫咧宝花顶头有大白的彩画，这是屏东来义乡古楼附近的宝花，由乡公所发起，希望甲康白宝花变作是有色水的图案。它这个位置是在我们来义乡的一个中心点，那也是在平110县道旁边了然后旁边又有我们鼓楼的聚会所，往来的这个人潮非常的多。那这个鼓楼堤防我们部落的乡亲已经想很久了，希望能够把它彩绘。乡长强调，这个想法已经想真久啊，却因为经费问题拢无动工，就要透过民间团体甲学校合作，目前已经甲28个彩画画伫宝花顶头。一个邓老师他们也经常到各地方去彩绘然后没有多久他就过来跟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场地。那一般大概就是包含了我们景点了然后我们的手工艺也在里面，还有农特产大概就是这些大概20幅大的那个画，新的景点亮点。甲这寡代表部落故事文化全部搬到宝花顶头，唔那色水强烈，通好声人目，也互来到这的人了解到来义乡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屏东来看这对30通岁的少年翁仔某，因两个因为介意看册，所以决定伫咱台湾上南边的乡村开一间独立册店。因要用家己的力量来创立一个在地的交流平台，嘛互这册店愈开愈有意义。因为介意看册，这对这30几岁少年翁仔某，竟在全台湾上南边的乡村开一间独立册店，以在地经营的信念，帮册店成做一个交流的空间甲平台，要乡村大大小小艺文活动有小甲合作的机会，为地方尽一份心力。恒春半岛就比较少这样的空间，所以那时候就突发奇想，那就开了这间书店。那一直到现在都会觉得说，这个书店它其实也许它的收入并不是在书本的利润上，而是我们借由这个书店的场域去做很多的延伸。我觉得恒春有因为他们的加入变得更好，然后也被看见之前很多没被看见的地方，像是古城啊，一些人文历史。那
就可以透过书或是文本，用更亲近的方式去跟就是来这边旅游的人介绍。也若讲到这间册店的选册，嘛有一定坚持，主要是以在地文化、地理、生态相关，嘛有历史、人文故事。除了基本的卖册，嘛提供艺文空间，兼卖简单的料理。头家娘讲，望透过这选册，牵起人甲土地缘分，让册店愈开愈有意义。我这方面的收入，并不是只是在金钱上的收入，更多可能是跟地方上的连接，跟人跟人的缘分的这样子的连接。那我觉得这些收获是远大于实质上金钱收入的。这对热心的册店头家甲头家娘表示，要经营一间独立册店，本身就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即马两人的心态拢已经放甲真开阔，讲趁钱毋是第一重要，上希望也是互愈侪艺文团体来带动在地，期待艺文的澎湃，会当继续充满伫恒春古城这个旧城市。记者转报道。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拍乌克兰了后，即马嘛，互俄罗斯甲美国关系继续的恶化。即马太空也有天文学界拢真烦恼，因为原本呢，美国甲俄罗斯两国针对国际太空站有咧合作，嘛本来当按算讲要延长使用期限，上无到2030年。也毋过即马因为两国关系拍歹，嘛烦恼会去影响太空的研究。自1998年11月，俄罗斯的苏共和太空舱升空开始，包括美、俄、欧盟等10几个国家投入资源参加，可以成做人类有史以来地球轨道上上大的人造飞行体。23年来，国际太空站伫咧各领域的科学研究做出正大贡献。МКС делится на два больших сегмента – российский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Также в составе станции отдельный модуль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Коламбус» и японский блок Кибо. В космосе границ нет. Космонавты и астронавты могут свободно перемещаться по всей станции. 伫新的太空站计划提出来了，国际太空站结束的时间也被提出来讨论。俄罗斯伫2021年宣布，伫2025年要退出 ISS 计划，家己起新的太空站。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也决定，但2024年新的月球问号太空站升空了，就和 ISS 伫咧2030年度假，并且伫2031年1月，可以重返大气层了，家己下来。不过，即马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那是和东欧地缘政治出现重大变化，也打乱国际太空站的计划。针对欧美连续提出制裁，俄罗斯也提出有关 ISS 的反制措施。太空专业新闻网 Space.com 的报道讲，俄罗斯对欧美的反制措施之一，就是切断 MK4 的引领，那呢太空站就可能提早下来，而且会下个岛嘛唔知。Space.com 的文章也讲，已经过身的美国总统甘乃迪，伫咧年内甲迄人阵的苏联领袖赫鲁雪夫的例，讲伫咧冷战高峰核武强权紧张对峙的时阵，甘乃迪甲赫鲁雪夫透过皮镜甲见面，所讲的毋是地缘政治或者是核武制裁，而是两个国家要安怎合作，互人类去咧月球。地面上的冲突对立，无一定会影响到太空领域的合作。不过，东欧局势若扩大，这种合作的精神加减会受影响。公司新闻是嘉林编辑。嘛是欧洲的国家，这是向家己铁路系统，因的铁路系统是真发达，而且有100年历史的水源火车还搁咧走。不过目前敢若剩一间水源火车的修理厂尔，无够20个人的团队，即马是靠因对火车的热情，才互水源火车会当继续走。匈牙利伫咧欧洲的内陆。铁路系统真发达，也是欧洲有上侪旧火车的国家之一。到即马，伫咧怀旧支线，一个人看到用蒸汽机做动力来源的火車伫咧駛，是在地重要嘅觀光資源。Ez egy megszállottság, aki a vasúton dolgozik, főleg az ilyen nem modern mozdonyokon, az valahol a gépészet iránt, a nosztalgia iránt, a múlt iránti szeretetből csinálja。因为铁路電氣化，一個即馬大家愈來愈重視環保，蒸汽火車慢慢被淘汰。匈牙利國家鐵路公司伫1984年正式淘汰蒸汽火車，這間維修車廠是即馬國內唯一的一間。Féket csinálta, fékhengereket, sátrat, burkolatot, minden munkának megvoltak a mesterei, úgymond. Tehát feloszlott, maradtunk egy jó páron.
对上兴的时阵，工厂内面有1500位维修人员，这么大部分人拢已經退休啊，出無幾個，技術又一工會失傳。Vannak itt olyan kollégák a 13-14 emberből, aki itt tette le a szakmunkás vizsgáját, és azóta is ebben a csarnokban dolgozik. 在疫情發生之前，匈牙利國家鐵路公司當年攏會辦50到60座懷舊列車，和鐵道迷來參加，這麼辦處一日檢，連培育駕駛員的機會攏無啊！真機會者不帶領人類開始新的時代，所以維修人員對因是滿懷敬意。因也帶着這份熱情繼續維修，一直做到無法度震動。公司新聞黃碧文報道。來關心環境，對撒哈拉沙漠內嘅風暴影響，即嘛是影響西班牙嘅東南部甲中部，甲西班牙這所在攏暗掉咧，空氣品質有夠歹，天頂嘛變做柑仔色嘅。當地政府即嘛是呼籲當地民眾為着健康，唔好出門較去運動。西班牙馬德里的民眾早起清晨就發現天頂攏變做柑仔紅色，四界攏霧霧。西班牙南部沿海城市是更加嚴重，當局發出上歹空氣警報，呼籲大家避免到戶外去運動。雖然也是有人勉強出門去運動，也毋過這個老先生特別講，連散步攏感覺無爽快。Pues hombre, a mí me afecta bastante porque estoy de los pulmones, entonces me afecta bastante. Por eso no me quito normalmente, aún aquí no me quito la mascarilla. Cuando me asfixio un poco, pues me la bajo. 這波對撒哈拉沙漠車內沙塵暴也佫落雨，結果讓黃沙變做敢若土霉共款，各行各業攏受到影響。親像餐廳員工愛另外用時間來切這窗仔門，也佫有外口食飯的所在，有一寡店頭內底也真香，受到影響。Ni ven en la tienda todo lo que entra, ha entrado todo el polvo y manchando los artículos. Cada persona que entra lo mismo, hay que estar todo el día con la fregona y bueno, sí, obviamente afecta. 另外，停在外口汽車也受到影響，唔是打真高的土灰，就是變甲真垃圾。Yo estaba viniendo esta mañana para acá y me estaba cayendo literalmente. Yo pasaba por abrir y me estaba cayendo barro encima del coche. 西班牙氣象單位估計，這波沙塵暴的影響到拜四，範圍上遠到荷蘭甲德國。鏡頭轉來到秘魯北部一個山區，拜二爆發土石流，至少60戶徛家攏大了。民眾甲手機所翕的畫面放佇網絡，幾片黃土射落來情形，互人看到到底感覺真恐怖。事發了，民眾想要甲受災厝的磚仔壁敲破搶救民眾，不過這陣也無清楚偌濟人掉佇內底。秘魯的國防部長已經趕到現場關心，總統也用推文表示全力協助受災民眾。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天氣報道者提前鄉親，下暗到開始到明仔有方面的通過，加上東北季風嘛增強，所以佇北部、東北部會變天會轉涼，而且各地攏有機會會落雨。接落來做伙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是19度，上懸30度。中部的溫度上低19度，上懸31度。南部的溫度上低20度，上懸33度。東部的溫度上低是21度，上懸28度。外島的溫度是16度至27度。感謝鄉親收看，將心平安順心，明仔再起9點，咱再會。